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亞孟。會祖聖方濟，我向你致候及敬禮。你曾活於極度貧窮中，嚴厲地折磨了你那無辜的身體。請以溫良的狂熱，把我從世界及其虛妄中拉出來，並把我一切的愛慕轉向主。請你為我轉求，使我能克服邪惡的傾向，並因此而到純潔聖善的生活。會祖聖方濟，我向你致候及敬禮。我們神聖的救主曾把他聖傷的烙印刻在你的身上，請你幫助我熱切敬禮基督苦難，使我能愉快地背負十字架，並結出與補贖相稱的果實。會祖聖方濟，我向你致候及敬禮。你曾因渴望天主而死，我邀請你與耶穌及瑪利亞，在我臨終時助佑我。請你做我的父親及守護，使我能在天主的恩寵中去世，並堪當居於天上，即你現在永享光榮的地方。亞孟。可親及至可愛的會祖聖方濟，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印在你身上的聖傷，我請你按照全能天主的旨意及他所樂意的，幫助我駕馭我身體五官的感覺，並幫助我獲得悔罪及虔敬、信望愛三德、忍耐、身體及靈魂的潔淨，連同忠實持守服役於主的恩寵，好使我在此世後堪當到你那裏，與你共享永生的幸福。願靠你的轉求，我能由我們的主基督那裏獲得這恩典。亞孟。慈愛會祖聖方濟，被釘基督的活肖像，我敬禮你。像他那樣的生於馬槽，你譴責了拒絕你的世界；像他那樣的貧窮，你輕視一切財物，除了永生之事；像他那樣的溫良謙卑，你以混亂及恥辱為樂。被熱烈的愛德點燃，你焚燒自己去增加他的光榮。你的愛轉化你整個生命，使你成為一個長久的殉道者，並推動你以嚴峻的補贖去爭取你熱切渴望的滿足，直到那早已深深刻在你心內的傷痕，最終印在你的身體上，使你成為一個生活的十字架，甜蜜地向世人宣講主耶穌的苦難與愛情。聖善的會祖，請幫助我，使我能從心內摒棄世界的精神，使我能重視貧窮及恥辱，勝於財富及尊榮，使我能抑制自己的情慾，並每日在天主的知識和愛內邁進，直到我最後能超然於自我、世界及一切受造物之外，而只為天主生活，並能像你一樣，以整個心靈說：我的天主和我的萬有，我的產業與我的喜樂，從現在直到永遠。亞孟。各位平安美善，今日係聖方濟敬禮嘅第6日。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小兄弟會嘅發展。方濟嘅修會冇喺任何大計之下自然咁開始咗，雖然圍繞住方濟道祈禱、貧窮同埋補贖嘅福音生活嘅細小團體擴張得好快，但冇人預計人數嘅激增會產生咗困擾。當兄弟們喺1217年舉行大會嘅時候，受到方濟嘅激勵，
決意喺歐洲嘅其他國家宣講。兄弟們首次喺意大利境外嘅宣講經驗，令佢哋意識到需要有更好嘅組織。聖方濟深深咁明白自己團體嘅特質已經有所改變，佢哋唔再係一班性情直率、毫不複雜嘅人組成嘅一個小團隊。而家佢哋喺人數上面大大增加，要去嘅地方更廣更遠。佢哋亦都知道需要有外在嘅支援，所以演變成修會嘅第二度誕生。對方濟嚟講，喺佢生命末年極度痛苦嘅原因，就係佢唔識得點去協調修會，要佢將福音生活嘅理想同嶄新架構嘅要求彼此相連，係困難重重嘅，包括安排長上，將修會分成會省，召開各式嘅會議，建立會院等等。而兄弟們點樣能夠追隨一個咁規範嘅生活，而又能夠保持原本嘅簡樸呢？於是兄弟之間造成好多嘅分裂同埋張力。幸好後來有目光清晰嘅帕爾馬同埋文德等人，成功咁帶領咗修會持守方濟嘅福音理想。呢個改變為教會都非常重要。小兄弟們唔再係一個法紀鬆懈、前途不明嘅團體。方濟會有異於教會中原本嘅修會，擁有一種新精神，並帶嚟新動力，因此成為整個教會革新嘅力量同埋福音嘅希望。小兄弟會嘅重整，保證咗佢嘅未來，擴闊咗佢嘅視野，協助佢將福音更為廣泛傳播，確定咗佢嘅正統性。但呢個建立咗新架構嘅修會，失去咗早期兄弟們嘅自由精神同埋自發性，將好多精力耗費喺同生活與傳播福音無關嘅事上面。幸好修會嘅福音理想冇失落到，方濟精神今日喺小兄弟會入面仍然十分活潑。由於早期兄弟們嘅宣講同埋榜樣，好多信友都有傾向喺唔改變自己生活身份下去追隨方濟會嘅方式，所以後來由普通信友團體成立咗第三會，即係而家嘅在俗方濟會。受到方濟激勵嘅好多團體同埋計劃，都係源自第三會嘅，並且由佢哋繼續發揚光大。聖方濟，你因愛而受傷，你的身心加以同釘在十字架上。我們注視那受聖痕裝飾的你，好能學習如何以你的愛和熱望去愛主耶穌和兄弟姊妹。有你在一起，我們更能易於默觀並跟隨貧窮且被釘的基督。方濟，請給予我們你信德的清新，你望德的確切，你愛德的溫柔。請為我們轉禱，好使我們能甘之如飴地背負生命中的重擔，並使我們在磨難中常能體認到聖父的溫柔及聖神的富有。願我們的創傷由基督聖心獲得治癒，好能如你一般成為他慈悲的見證。他的慈悲繼續不斷治癒所有誠心尋求他的人，並使他們的生命煥然一新。哦，方濟，超似被釘者，願你的聖傷為我們和世界成為生命與復活的璀璨記號，指出和平與修和的新路徑。阿們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願上主祝福你，保護你。阿們。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，仁慈待你。阿們。願上主轉面垂顧你，賜你平安。阿們。
就願全能的天主、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們。亞孟。